為咗呢一個鏡頭，我特登 solo 去咗聖克羅地亞，留咗48個鐘。去歐洲一定唔可以錯過呢一個國家，佢俾國家地理雜誌評為最值得前往國家嘅第1名。我去嘅城市呢係杜城 Dubrovnik， 係權力的遊戲入邊俾龍媽一把火燒晒嘅城市。但係現實中佢有超靚嘅海岸線，被3000年嘅城堡堡壘包圍住。行程方面，第一日可以一早搭纜車上山睇呢一個城市嘅全貌，半城半海嘅景色真係好靚。山頂會有靚景嘅餐廳啦，仲可以踩呢一個 Skybike 打卡。Solo 嘅話咧，職員會幫你手喺對面拍片影相。另外，當然我都有手揸 Insta360，另外心口咧就掛咗 Go3S 去影晒唔同嘅視覺。之後沿路行返落山去沙灘超行。我住嘅 hostel 咧，佢係有個 WhatsApp group，即使你 solo 嘅話，都可以約晒成班女仔一齊去游水。近黃昏嘅時間可以買一張通票，沿住呢一個 City Wall 行一圈，有好多權力的遊戲嘅取景地，仲可以坐低飲杯嘢睇日落。呢一個懸崖邊嘅巴都好正。第二日咧就可以安排一個跳島嘅 trip， 可以入去好似星空咁樣嘅藍洞。呢一度嘅物價咧都相對嚟講偏平，仲有新鮮嘅地中海海鮮，治安好。唔怪之連 Bob 叔都形容呢一個做歐洲嘅泰國。咁快啲 share 俾你成日去歐洲嘅 friend，一定要嚟克羅地亞。